南市政府消防局西港分队推出着人工智慧 AI 的主播，来宣导着中秋放烟火爱注意的事项，希望透过这种亲近民众的方式，达到宣导的目的。 中秋要到啊，有真个乡亲的放炮过节。台南市政府消防局西港消防分队针对放炮的安全推出消防的 AI 主播，以时代热潮结合科技的手法，让民众了解消防的观念。通常我们在做宣导后，它是比较苦闷的啦。那这次大家他就想要用一个比较生动，然后比较亲民化的一个宣导来宣导大家，让他知道说，其实我们消防队也是蛮活泼的。 沿道的班头，和这个宣传引起民众的关心。西港分队嘛，希望讲透过这款方式，会当达到宣传的目的。未来持续推出相关的宣导。那我们以后可能会做我们一般的防火的宣导，或者是火灾调查的宣导，还有紧急救护的宣导，这样。西港分队特别呼吁乡亲，爱买有合格认可的这个产品，唔通伫网络买一寡来路不明的物件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